真正爱看路，高雄市凤山区伫12下晡6点外，有一个负责人违规过车路，想到互公车去压着，加载敢若轻伤尔，无生命危险。公车业者调这个影片，发现讲，这个负责人过车路的时呢，规面咧弯掉咧，真危险。伊是甲警方讲，是因为心情无好，才会产生意外。查某人违规过车路，熊熊。去互公车一浪几人跋倒伫涂骹，民众是惊甲叽叽叫。公车记录器翕到这个查某人唔但违规，而且是完全无咧看路。加在离后边车辆也有一节，若无效果是真歹势伤。当时这名女子疑似全程就捂着脸过马路，行径相当危险。车祸发生伫高雄市凤山区高架二路甲南城街口。12号下晡6点外，46岁姓林的查某人违规过车路，去互公车弄着。民众讲，查某人佫有未少离经的行为。他在弯马路，就是可能走在那边，然后蹲在那边跑，然后他要做事，他要冲进来，这样会帮到我们做生意吧？有时候都有2、3个。有时候最夸张就是走在路中间啊，就在中间，然后走，然后突然又穿过去又穿过来。加在这个查某人，敢若身躯刺伤，无性命的危险。伊甲警方讲，迄天是心情无好，才会安尼。经初步检测，双方均无酒精反应，因系为行人擅自穿越马路而未注意左右来车。一直在联络对方，但对方的手机就关机了，联络不上。所以目前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其他的动作。警方表示，查某人无行伫斑马线，无适用行前备用条款，是讲伊甲面暗暝向过车路造成危险。警方将会依照道交法，甲罚500块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